係你好，突發揭露嗱，呢套片出街呢，係6月嘅26號啊嚇，喂大家好啊嚇，嗱咁呢，呢一個嘅姜濤墮海呢單嘢呢，喺黃圈呢就引爆咗呢一個嘅激烈嘅內鬥啊嚇，由呢個商台裏邊黃到撲街，賤到真係好似狗一樣咁賤嘅盧覓雪呢，就話呢姜濤呢就情緒冇問題，係智商有問題，4點幾鬼有夕陽咩咁樣嗱？佢係講真話嘅喎，佢講啲合理嘅嘢嘅喎，但係呢，盧覓雪一個黃到爆嘅人呢，就已經咧俾姜濤嗰啲粉呢就大圍攻，又話要商台呢，要炒佢又成。嗱，呢單嘢呢，我哋呢啲呢，最憎黃絲噶啦，你知我哋嚇。咁我哋呢，食下花生啦嚇。嗱，除咗呢單嘢之外呢，仲有呢，呢一個嘅莊雅婷啊選港姐單嘢呢，原來建制圈裏邊呢，都好多人都用一啲惡毒嘅言語去鬧佢喎。嗱，我就覺得呢，唔俾佢選港姐呢係一種打壓，我係好支持佢選嘅。我覺得選有咩問題呢？呢個呢，我陣間又想講下我論述啦。點解會覺得即係我琴日嘅節目講呢單嘢，我都覺得陳克勤打下佢啊。咁但係咩都好啦嚇。最後我想講呢，呢個北約峰會嘅北約峰會呢，呢樣嘢呢都係國際上邊都有一啲微妙變化，陣間想同大家講啦。好，咁我哋入正題以先，都請大家訂閱啦，何志剛有仇必記嘅頻道啦，分享啦、留言啦、讚好啦，同埋咁啷啷嘅。請你哋呢，每一日嘅12點鐘或者夜晚時候呢，睇下咩片出嚟嚇。嗱，不如呢，今次呢，我就講國際先啊，因為國際嗰啲嘢呢，冇咁重要嘅。嗱，其中一樣嘢呢，就係澤連斯基呢，着西裝呢出席呢北約峰會。嗱，以前呢，澤連斯基呢就成為呢係西方嘅寵兒，所以呢，佢去親呢啲國際會議呢，人人着西裝嘅時候，佢特登就話我着件底衫、笠衫，或者係軍服乜都好啦咁樣。咁佢就標奇裝異服，標奇立異。但係呢，其實喺特朗普上台之後呢，其實一直都會對俄烏嘅問題呢，一直都會想即係慢慢去丟淡佢。嗱，好明顯呢，澤連斯基見到呢特朗普好憎佢，所以特朗普同佢影大合照嗰個距離呢，係距離好遠好遠。基本上呢，好想避免同澤連斯基有任何接觸嘅。嗱，中間呢，呢對男女呢，就係東道主荷蘭嘅國王同埋呢個嘅皇后啦。咁所以佢哋呢對男女就企正中間。咁喺北約裏邊最大喺軍事實力上最強嘅兩個國家呢，就係美國同埋法國。咁所以就企喺東道主嘅兩邊咁樣。澤連斯基呢，特朗普就避開佢。咁呢，其實呢，記得呢，特朗普呢，喺今年2月嘅時候呢，同澤連斯基呢嗌交啦，喺白宮度。澤連斯基呢，明明係傾好咗肯簽嘅，特登就嗌交嗌到反面啦。咁呢壇嘢嘅裏邊呢，其實呢，澤連斯基入場嘅時候呢，特朗普我記得曼斯係質疑過佢，喂，你做乜事？你見特朗普可以唔着西裝㗎咁樣？澤連斯基話：呢個我風格啊嘛咁樣。嗱，其實呢已經係拗咗交啦。而家澤連斯基就向特朗普低頭，呢個好明顯嘅嚇，呢個就係咁啦。但係你可以見到呢，北約峰會呢，有一樣呢，我諗都係幾特別嘅嘢發生咗，就係特朗普要求呢，所有嘅北約成員呢，就全部都要加5% 嘅 GDP 嘅軍費。其實以往呢，好多歐洲國家嘅軍費呢，可能係 GDP 嘅1%或者係多啲啦，1點幾咁樣，係咁少啦。而特朗普長年呢，即係話美國長年嘅軍費呢，佔 GDP 呢，
3.4度啦，或者3.5之間啦。咁所以咧，特朗普就成日就話：哇，即係話我美國出錢去保護你哋歐洲國家，你哋食免費嘅午餐，得到免費嘅保護咁樣。所以特朗普成日就話：哇，咁樣咪你哋歐洲國家好着數咁樣。嗱，而家咧好明顯啦，就歐洲咧同俄羅斯反咗面。佢哋歐洲國家裏邊咧，尤其是德國、法國咧，既然有雄心想歐盟成為一極嘅話咧，你長期要搭美國嘅順風車去即係話要美國保護咧，其實就唔係好啱數嘅，係咪？所以咧，啲歐洲國家就見到，喂，我要成為獨立嘅一極，需要要增加軍費咁樣。所以咧，歐盟國家咧通常就 say OK 嘅，但係喺裏邊咧，我覺得咧有一個咧國家咧好愚蠢嘅，就叫加拿大。因為咧，我今日咧，我有個加拿大識咗幾十年嘅 friend 咧，咁佢特登留言咧，即係喺個 WeChat 度留言同我呻啊，佢話：喂，我交咁多稅，而家你加拿大政府話揈5% GDP， 以前你1%到嘅啫喎，你軍費即係加軍費5倍。跟住我個 friend 話：喂，你而家加拿大裏邊亂象飛起，因為咧其實加拿大而家咧好多時個社會喺美國高息政策嗰樣嘢咧唔係太好。佢話咧，佢準備翻嚟香港咧，佢話丟低間屋咧都驚咧，丟低得耐咧，啲賊發覺就爆佢屋企入去搶嘢，佢就有個咁嘅憂慮。佢話其實而家加拿大咧，即係可以話咧係而家個社會個環境咧都幾亂下，因為好多收咗好多難民，但係嗰啲難民咧，尤其是香港嗰啲手足啊，去咗加拿大啊咁樣，咁咧就食咗好多福利，但係咧就冇貢獻嘅。咁佢就話咯：哇，咁樣搞，嗰班友黃到叻！又話又話加入啲環教會度，跟住講埋先話黃腔，又話咩香港就嚟混亂啊，又共產黨打壓佢哋啊，乜啦，講埋晒嗰啲咁，佢好憎聽呢啲嘢嘅，因為佢本身唔係黃啊嘛。咁但係總之啦，我個 friend 就話：喂，你而家加拿大養埋咁多冇用嘅難民，譬如話香港去嗰啲，或者係唔知烏克蘭或者其他地方去加拿大嗰啲難民。喂，大佬，使咁多錢，長期成個加拿大有赤字。喂，咁我哋交稅啊，交完呢，即係賺咗份人工有一半攞去交咗稅，跟住見到好多人都係食福利又唔使交嘅咁樣。咁咁你問句啦，喂，你加拿大，你話將個軍費加大5倍，有乜嘢能力可以抵抗到美國嘅入侵呢？阿特朗普話要吞併加拿大啊嘛，係咪啊？你軍費加5倍，咁如果你話買美國嘅武器，真係揾笨啦，係咪？因為你而家係最大嘅加拿大最大嘅威脅係因為係特朗普啊嘛，特朗普要吞併加拿大啊嘛，你買翻美國武器去對付美國，咪即係等於美國拍一個掣後門，咁咪真係冇用啦，係咪啊？我嗰個嘅軍事預算升咗5倍，即係孝敬咗美國啲軍火商，咁冇用㗎喎。咁如果你話喂，攞我啲錢，攞嚟係孝敬馬克龍咁樣，即係法國啦，即係唔係美國啦，孝敬法國啦咁樣。喂，法國啲武器俾阿爺喺呢個印度同巴基斯坦嗰場戰爭度打到一鋪一碌喎。喂，講嚟講去，你加拿大即係替你法國或者係歐盟作嫁衣裳啫喎。我覺得如果你加拿大呢，應該就退出北約，算 Q 數，關我叉事。如果你話加拿大驚美國入侵呢，我覺得呢可以考慮呢加拿大呢加入歐盟。咁歐盟建軍嘅時候呢，磅水俾歐盟就算，係咪？即係如果加拿大加入咗歐盟呢，咁可能呢樣嘢呢，
你話啊加軍費呢，咁我覺得合理。如果你話喂加咗5倍軍費，你又唔係歐盟一部分係嘛？美國就話入侵就入侵，喂你加咗5倍軍費，用法國武器邊度夠美國打啊？嘥 Q 氣，啲錢不如慳翻。嗱，呢個呢，其中一樣呢，我覺得值得留意嘅嘢。另外呢，因為特朗普咁樣加軍費之下呢，其實過去嗰幾年呢，日本、南韓呢都好積極想參加呢北約嗰啲會議嘅。但係今年呢，日本、南韓就全部話唔去啦，因為特朗普話加5% GDP 嘅軍費呢，日本同南韓呢都孭唔起咁重嘅條數，係咪？即係如果日本、南韓呢要用咁重嘅 GDP 去搞軍費嘅話呢，第一就真係等於挑戰金正恩，第二件事都係等於孝敬你美國軍火商。嗱，即係呢，而家呢個世界呢，即係變化好快嘅。以前就話哎呀北約會包圍中國啊，因為日本話南韓會加入北約包圍中國。而家依味嘢呢，就隨住特朗普話要將個軍費加到咁貴呢，日本、南韓就已經唔蘇北約啊。咁啊，剩翻有個好蠢嘅國家呢，即係加入北約，即係唔知為乜嘅，就嗰個就係加拿大。係即係講下啦嚇。嗱 OK，咁我哋轉話題嚇。我想講講呢莊雅婷。嗱，莊雅婷呢，其實啲人就話喂，做區議員係唔應該着泳衣袒胸露臂，因為袒胸露臂呢就會影響區議員嘅形象。但係呢，阿莊雅婷其實私生活裏邊佢自己 IG 呢都係着泳衣周圍走嘅。咁點解佢未去選港姐之前可以着泳衣擺 IG？ 點解選港姐就唔得呢？咁樣嗱，呢個呢係 TVB 嘅做嘅圖，就見佢呢係退選呢。我諗 TVB 就覺得呢真係好可惜，所以呢做個圖就話首輪大熱佳麗就係莊雅婷啦，就話佢最年輕嘅區議員。北大商學士學位，同埋佢 IG 嘅靚靚嘅泳衣照咁樣，即係話喂，佢未做區議員嘅時，佢喺做緊區議員，佢都係咁樣袒胸露臂露肉噶啦。露肉嘅嘢好健康啫，而家個社會好開放噶，係咪啊？即係佢做緊區議員 ，IG 都係有泳衣照噶啦。咁點解唔可以選港姐呢？喂，即係其實選港姐而家個形象不嬲都高貴大方，而家點解而家就話佢選港姐就係俾啲建制派而家竟然係鬧佢，就係話鬧佢係選美行錯棋、博眼球、貪慕虛榮、野心勃勃。喂，撲你個街啊！你哋啲立法會議員唔乸係自己唔係野心勃勃啊？喂，如果李慧瓊死 Q 咗，嗰個內會主席，你會唔會想做啊？你哋班建制派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喂，大佬，我係莊雅婷，有個樣係咪啊？咁咪有即係佢認為佢有身材啦，我唔理啦嚇。咁佢覺得借住選港姐升自己知名度，方便自己日後繼續從政，有咩問題啊？港姐高貴大方，咁雖然係會着泳衣出嚟，咁又點啊？你哋建制派嘅區議員又好，立法會議員又好，話你哋冇公開着過泳衣出嚟咩？我見到我唔信冇咯，係咪啊？我覺得唔需要踩佢，話佢咩野心勃勃。你哋個個出嚟循政都係為名為利為錢噶啦，嘥氣。佢而家諗到條橋，就係盡快提升自己知名度，為自己將來循政呢打通多啲嘅便利。但係問題呢，呢條橋太犀利，對成個建制派可能呢20幾歲、30幾歲唔可批人呢40幾歲嘅人呢係好大威脅嘅。你選一選港姐，靠個靚樣
攞咗高知名度，你自然就好容易射上去選立法會噶啦，係咪啊？或者係更加其他啦，更加高嘅位置啦，譬如話港區人大，港區人大啦，港區人大可以搶李慧瓊個位啊嘛，常委咁嗰類嘢啦。即係你哋裏邊覺得莊雅婷做呢樣嘢對你自己威脅啫，你先去低丙港姐啫嘛。我覺得選港姐完全係高貴大方，同埋依個時代着泳衣唔係乜鬼嘢色情啊呢啲嘢，喂好正常啫喎，係咪啊？喂有張泳衣照俾你睇咗，咁就叫影響區議員形象？參加港姐高貴大方就影響區議員形象？美貌與智慧並重嘅港姐點樣影響區議員形象呢？喂大佬，我真係想即係咁樣去攻擊一個後生女嘅話呢，我覺得呢基本上就落實咗以前泛民鬧建制派，佢就話打壓後生仔，即係我後生仔而家我後生啊靚啦，我選港姐作為一個捷徑提高自己知名度，方便自己日後去從政。咁點解唔得呢？我唔明點解唔得，但你哋就覺得佢太大威脅，就用盡惡毒言語攻擊一啲後生嘅小妹妹，咁樣即係打壓後生仔啦，係咪啊？喂，當年暴動就係有人煽動就話，喂，香港嗰啲即係50年代出世、60年代出世、70年代出世嘅人，佢哋將香港嘅好處攞晒，係咪啊？霸咗立法會嘅位，一早好平嘅時候買晒樓，咁而家佢哋後生仔呢，想出位好難啊，佢上位好難啊。而家你莊雅婷諗咗一個上位嘅方法，俾你哋依啲中年老年嘅民建聯嘅契弟聯手打壓，話佢咩貪慕虛榮、野心勃勃，個個從政都係野心勃勃噶啦，黐 Q 線嘅，唔係為名為利，為乜啊？咁當然你哋把口就話愛國嘅把口。咁我想問啦，2019年黑暴之前，你哋集建制派出過幾多聲鬧泛民啊？大佬，咁因為你哋收嗰份人工，唔需阿爺冇叫你哋搏命鬧，咁你哋咪全部冇鬧咯，咪揸乸晒油灘咯，成個輿論咪俾泛民攞晒咯，係咪啊？你哋不嬲都係收錢即係。做一日和尚打一日鐘即係你哋係收錢做咁多係咁多噶啦。不過而家阿爺一個國安法將泛民打死，你哋入到議會，你哋會有擒力翻咩？係咪啊？你哋依班友冚唪唥都係攞立法會當做兼職工作啫嘛。而家莊雅婷對你哋有威脅，你鬧佢貪慕虛榮、野心勃勃。你哋做立法會議員就一樣係貪慕虛榮，一樣係野心勃勃，嘥 Q 氣。嗱，唔講咁多呢個。嗱，最後啦，講一講姜濤嗱，因為咧呢個黃圈嘅內訌啦，我就唔擺呢個冇嚟正經度啦咁但係事實而家好明顯呢。喺下晝4點幾，佢自稱係望夕陽，呢樣嘢呢，基本上一定係大話。嗱，我有另一張圖啊，不過我揾唔切啦。姜濤呢就認呢，就係話佢呢有食藥同埋飲酒。嗱，即係話佢晏晝4點幾，點解飲酒呢？食嘅係咩藥呢？唔知，但係呢，琴日都講噶啦。喂，姜濤跌落海呢，嗰個圍欄呢係高到上心口嘅。個圍欄高到上心口嘅話呢，
就算你飲醉酒未失知覺呢，係冇可能跌落去嘅，跌落海嘅。但係如果你飲醉酒或飲完酒之後再食毒品，個毒品搞到你完全斷片，失去知覺呢，咁你失去知覺梗係有機會向前衝，衝完就碌落海啦。嗱，其實我會覺得而家姜濤會唔會有可能係吸毒呢？嗱，即係如果你話望夕陽，喂，30幾度熱到撲街，4點幾有 Q 夕陽俾你睇咩？嗱，佢好明顯就一句講晒，就可能參加咗某個宴會，飲咗好多酒，食咗好多毒品，佢需要離開嗰個場去減壓。可能喺嗰個場裏邊呢，有人逼佢繼續飲酒、繼續食毒品都唔定。但係呢，佢私生活呢個紊亂呢，令到佢呢 wing wing 地之下呢，就產生呢種意外。嗱，其實飲酒呢都好難跌落海嘅。如果有個圍欄咁高，咁你姜濤呢個人，你吸毒，咁你就唔應該做藝人啦。你影響香港嘅風氣啊！大佬，如果個個你啲咩姜糖學你吸毒，又話哎呀吸毒好小事啫咁樣，咪搞爛我哋嘅社會風氣咯。其實我覺得姜濤啊應該呢係直接收山退出江湖。既然你係被人懷疑吸毒，咁你唔應該繼續做藝人啦。你根本係香港嘅恥辱嚟㗎，你姜濤。你係咁講大話，又冇誠信，又懷疑你私生活紊亂，唔知係咪去啲某啲富豪飯局啊？好多富豪都係基佬嚟嘅，可能就又灌你飲酒或者灌你食毒品，唔知咩有咩企圖啦咁跟住你要避開嗰個酒局飯局，跟住戇夸夸攆落去啲毒品同酒太犀利，佢攆咗落去，跌咗落海，你算 Q 數啦。咁你不如做人哋私家鴨咯，你唔好出嚟獻世咯，又講大話，又吸毒，我懷疑講咗咁多先。